提水東流西關風骨，呢度係石岐，係千年香山嘅原點，亦係時代澎湃嘅潮頭。煙火氣同城市感喺呢片融合嘅土地上同生共榮。唔知你哋有幾耐未認真逛過石岐呢？依家嘅石岐變化真係好大，從香山古城嘅復興，到宣文西路百年騎樓嘅活化，從岐江河畔嘅流光溢彩，到老舊小區嘅蝶變重生。石岐嘅每一次換新，都係對歷史嘅致敬，更係對未來嘅準備。有冇一個地方最能代表石岐發展嘅呢？答案就喺呢條百年岐關路上。作為香山文化發源地之一，地段係佢嘅天賦。一條岐關路書寫咗中山同澳門嘅商貿傳奇，見證住中山近代交通與商業嘅繁榮，亦令到中山人有機會走出去觀摩呢個世界。而今佢又化身為灣區樞紐，成為串連大灣區嘅交通動脈。深中通道、南中城際，承載住中山與世界嘅對話。呢度簡直係風水寶地，周邊有岐江河，有最新嘅天虹商業體，有中山麥理豪徑之稱嘅樹木園。呢條中山最靚嘅城市幹道綠樹成蔭，圍繞住大量嘅金融機構、醫療資源同埋教育配套。百年岐關唔單止係一條路，仲係一條流動嘅文化紐帶。就喺呢條寸土寸金嘅岐關路上，有一個項目用佢嘅堅守同執着，書寫住岐關精神。喺岐關越來，答案就藏喺細節裏面。最核心嘅位置，用近百畝體量打造超低容積豪宅，令每家每戶都可以享受足夠嘅私人空間。門前有黃花梨鎮宅，門口有石獅子挺立，迎門係白線大屏風。一塊巨膜玻璃，見山望水，羅漢松、榫卯連絡、泰山石一字排開。喺呢個園林之上，岐關越來打造咗驚豔市場嘅新規智慧豪宅。石岐人總係講究因地制宜、與時俱進，熱愛生活，但又有一股乘風破浪嘅狠勁。將山水意境凝練於一方庭園，將都市繁華收納於百米生活圈，萬家燈火與送韻園林相映成輝。岐關越來獻俾時代嘅稀缺之作。